好，你最中意邊個海虎裏邊嘅角色？地獄。白手男。地獄。奧加。海虎。白千男。我中意海虎。海虎三手男同埋地獄咯。狂刀。狂刀。其實狂刀。我最喜歡的海虎角色其實也是地獄，因為我覺得地獄它整個一個故事中表現的人物角色很豐滿，溫良老師出這個感情線也是特別的豐富。第一次接觸海虎就係琴日，真係，因為咧係個 friend 咧叫我過嚟，即係第一次感覺到呢個港漫啦，都係無論過咗幾多年，都係。歷久不衰，係啦，睇翻都係一樣。係啊，我覺得好有 passion，覺得我自己都好中意，所以咧好高興可以嚟到Comic Con 啦，見到咁多師兄喺度啦，好開心。咁我當然就係《空獸天行》裏邊嘅龍一啦嘛，龍一真係好靚，我覺得佢尤其是個眉咧，白色嘅眉咧，我覺得其實成個故事都係好感人嘅。其實覺得仲好睇過《星球大戰》成本嘢，所以非常之推介。如果海虎應該係中意地獄。係啦，但係如果成個系列最中意係武神嗰個鐵馬，係，我覺得佢嗰個浪子回頭跟住救世去死嗰個好正，係，同埋佢嗰啲招咧，個個都花里花碌噶嘛，跟住一頁幾百個拳頭噶嘛，佢永遠都係一個一字就完嘅啦嘛，佢啲招我就覺得好正咯，同埋個角色好短啊，感覺非常熱鬧，人很多，這是我第一次來漫展。就是我很高興看到，就是說現在海虎這個作品還有那麼多人喜歡，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就是歷史比較久的一個作品，但是在大陸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像我一樣的年輕人，就是因為某些原因素看了這部作品過後，然後就對整個系列甚至包括整個香港的漫畫就產生了非常多的興趣，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。今日嘅收穫就好大啦，即係例如我有親自畫嘅簽名嘅奧加啦。同埋海虎，跟住仲有一啲簽名版啊！呢度好好啊！一見我哋排隊排得耐少少，跟住我哋送多2個簽名版俾你，等你可以簽名。跟住仲要係非賣品嚟㗎，同埋2幅都靚喎。係啊，我自己都係 fans， 但我都幫我阿哥排隊，所以而家我阿哥都好開心可以有呢個係啊特別版嘅書新嘅，同埋今日係有一個好緊要啊，因為本身同阿梁哥啊、Dicky 佢哋啊都好 friend， 跟住之後之前有講過話送俾我，今日見到即刻再送嗰個俾我，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㗎，係啊，好啊，海虎正。